初次一去實在極費思量，起初先推我兩次錯，我氣焰都正常，最後便說好，未能傻和你獎賞。找一間小店吃飯，浪漫大戲開場，約束光燈小戲內談談童年提及悲傷，吃到是現身，靜靜話要你打烊。飯後未倦嗎？跟我逛逛再送你歸家，我可以為你關閉手機上靈魂對話，怎知道霎眼就談到赤柱了，錯過了你我的家。人就告訴想錯若家人，蝴蝶往生飛不過未走近，都想一並即吻，但個想襯，何妨從下鬥就慢慢抱緊，明月正偷窺這對璧人，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蘊，成扎古典小說裏優雅的情感情緣，太興奮才獻吻。我喜歡雙雙漫步在霧裏，講得太實在是無趣，跟你這一種老怕冤侶，只想約會到8000歲，未醉。